苏州普通家庭的晚饭来咯，今天晚上我们家吃4菜1汤。那么上一期呢，我分享了我们家一顿晚饭的一个开销啊，就引起了好多网友的共鸣哦。有的朋友说吃的蛮好，有的朋友说要节约开支，所以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点赞。那么视频我置顶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上一期视频呢，有好多粉丝朋友私信我要我这个出梭子蟹的视频，那么今天他就来咯。那么这个蟹呢，我买的1斤只有3个，所以呢，先刷一下，把蟹盖里面的蟹囊取掉。再把蟹腮剪掉，剪完之后呢，把这个小脚也剪掉，小脚是没什么肉的啊。剪完之后呢，还是要刷一下的，蟹腮下面还是有点脏的啊。然后再把大脚给它剪下来，放在一边，蟹盖放在一边，那就处理好了。这个蟹小嘛，所以我1切4就好了啊。1切4把它放在盘子里面摆好。那么这个大蟹脚呢，要拍一下，拍散，然后再放一点葱和姜，给它去一下腥。蟹盖呢，因为里面有蟹黄，所以放在上面一起蒸。锅呢上气之后蒸12分钟就好了啊。这个汤呢，本来我想分享视频的，结果前面怎么没拍上？那么下一期和大家分享啊。蟹呢蒸好了，我们把里面的一些汁水给它倒掉，蟹盖呢先把它放一边，把葱姜剪去不要。那么油烧热，用个勺子，干净的勺子把它盛起来。那么葱呢往里面一撒，立马就要浇在这个蟹上面，不能把葱放在锅里面去哦，放在锅里面这个葱就黑掉了啊。蟹盖放上去之后呢，再淋一点葱油，淋一点蒸鱼豉油，那么这个梭子蟹就做好了啊。我们开饭了，所以第一碗呢先喝汤。这个汤啊，你别看它里面没有肉，没有排骨，真的超级鲜的。虽然它只是素汤，因为扁尖放进去之后，它是非常提鲜的啊，所以非常好吃的。一般梭子蟹啊，我倒比较喜欢吃蟹盖，因为蟹盖里面的蟹黄蛮多的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呢是朱红星的麻辣鸡，也是超级好吃的。去年呢，我给好多粉丝朋友带。然后他们评价也是非常好吃的，这个鸭爪也是超级好吃的，只要你吃一次肯定是忘不掉，一定是会想要再吃的那一种，超级推荐的啊。那么最后再来一碗汤啊，绝子，吃的是超级满足的。喜欢苏州家常菜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